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我是食中昼哦，老师是食暗顿吼。老师哦，平安。平安，暗嘿，顿食了啊。对，你暗顿，我中昼食了。即阵嘛是伫迄个澳洲兼台湾的老师吼，伫连线安尼。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牧师足厉害诶，听讲伊伫台湾14档，什物5000人受洗哦，来个什物1000人1000对迄个翁仔某结婚诶，即个真正是厉害诶牧师，尤勒伯牧师，尤勒伯牧师，就咱台是翻译做尤勒伯牧师。尤勒伯，来后壁即个是大家敢约会着，这是啥物所在？有人去过无？是啥物洞诶？五龟，迄毋是有龟啊呢？迄是因诶原住民对无？原住民吼。因遐人拢乌乌啦，逐个拢毋知哦，影因是倒一族诶，就叫伊乌鬼。好是安尼，所以这其实是原底伫迄个伫迄个啥物所在迄吼？阵诶小琉看球，觅老师迄讲到阵叫做拉美岛，拉美。没有拉美岛嘿，所以今仔日讲做者台湾近景吼，做者人毋知影诶，较少人知影诶故事啊吼，嘛是即个牧师吼，伊经历吼，经历过即经历件代志。足济代志诶呢，足厉害诶，一个搁做一个啥物和平诶人吼。咱来看觅啊！顶礼拜咱讲诶第一个牧师，有人记诶无？是啥物名？迄个牧师甘地树牧师，是，伊是伊嘛是第一个来台湾诶。嘛是为荷兰来诶吼。咱今仔即个嘛是对荷兰。为荷兰来诶。对荷兰，因为迄阵荷兰是来伫台湾统治，所以拢对荷兰来。荷兰统治台湾有38年久，拢总38年，对1624到1662年，有30几个牧师来台湾，其中十档以上诶，敢若有3个，就是讲伫台湾拢住3档啦、4档啦、5档啦。是一档，因为台湾因澳洲人来遮有真济病，因为较热嘛，细菌较济，所以因伫遮拢会破病，所以真少人会当伫遮住真久。10档以上诶有3个，其中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牧师甘地树，第二个咱今仔日要讲诶甘地树伫台湾有做啥？伊为着要宣告。要甲原住民，就是西拉雅族诶人讲话，互因听有，搁互因捌字，所以就创造罗马拼音诶新港文，就是用因诶话，用罗马拼音甲伊拼出来。即摆因就会晓讲，会晓写。这是台湾第一届诶字哦。第一届有家己诶文字。台湾人第一届有家己诶文字，就是伫即个所在啦。1924、25年迄阵有诶。伫英文内底英文较早1927到37年嘛，所以差不多就是728嘛，1928迄阵伊就伫遐创造台湾诶字啊。伫英文文献就讲英文诶册内底，伫外国人来讲，因知影台湾有一个所在叫做甘地树，甘地树就是用甘地树诶名来做即个湖诶名字，因为迄阵也未有日月潭即个名称啦。是，所以外国诶文献是写即个。甘维林牧师就甲迄个湖叫做甘地树。所以其实是200几档200几档了后，即个迄个。英国牧师，这是英国诶。较家己。200档后诶代志啊，200档后为了要纪念甘地树对台湾诶贡献，所以就想讲即个湖既然无名，着改名做甘地树湖嘛，来纪念伊，是安尼啦。而且是英国诶牧师名吼，真好算吼。咱第四张来看，就是啥物罗伯。罗伯
犹罗伯牧师伊做什么代志来？嗯犹罗伯牧师伊伫1629到1643伫台湾服务约14天。嗯这14天内底有做过什么代志呢？第一，伊为着5400人施洗，就是讲，互因洗礼成做基督徒。伊传福音互5400人，这真济哦。第二，伊为1000对的夫妇来举行基督教的婚礼。来第三，伊开设学校，迄是教会学校啦吼。伊有教育过差不多600位的西拉雅的人，就是新港社的人啦，差不多600个，因着会晓读会晓写，因着捌家己的字啊。过来，伊有经50个较优秀的学生要备办做学校的师资，因为迄阵拄啊开始咧筹备要做一个小学，要伫荷兰要伫台湾建立学校，爱准备一寡老师，通教荷兰话，会当对荷兰派老师来。若要教本地话，就是爱有遮的人来教伊新港文，甲新港字，甲因讲，安尼去教，这两国会当翻译荷兰话换做新港话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有了要牧师来伫台湾的时候，会当讲做文化的工作真济，会当互台湾得到真济益处。毋过伊是安怎个会来呢？其实伫第一个牧师的时候，因为伊是住伫新港社，麻豆社的人毋捌哩，所以麻豆社有一届就是做总是因荷兰人来有侵占着原住民的利益，所以麻豆人就要甲因赶走。赶走的方法有一届真残忍伊就因为有人甲伊通报嘛，甲荷兰通报，咱来看市场地图咱知影当时的情形。另外，顶悬迄个新港社，伊遐伫迄个新港社遐有甘地事务所来住伫遐，来甲因做伙，来教育因，所以因会甲荷兰人拢做好啊，做和平相处。毋过下骹佫有少林社，佮顶悬木加流湾社，来麻豆社，咱今仔日要讲麻豆社。麻豆社伊占伫海边的所在，因为荷兰若来，因一定伫海边嘛，海边做活动，伫海边做活动，一定会侵占着麻豆人的权利，所以麻豆的原住民就是西拉雅人啦伊就伫遐有一届，甲英国人骗啦，毋是荷兰人骗，叫荷兰人去，因为遐有海贼，边仔遐拢是海贼啦，就是海盗叫做海贼拢伫汉人拢海贼，就是讲对大陆来，较早郑成功因老爸嘛是海贼，因拢是伫遐者伊就叫伊去遐讲有海贼出现，所以伊就派兵要去，有63个荷兰兵就去找海贼，结果迄个海贼掠无着，要倒转来是麻豆的人原住民，就加好心嘛，其实是要甲因害伊就讲安尼好啊，因为迄阵荷兰人甲原住民比原住民的体格比荷兰人更较好啦，所以伊就讲阮甲你也请，所以呢请拢交互原住民掠，讲阮佫甲你过溪，就是即阵的将军溪啦，就是专门溪后壁段伊要找，伫迄个因就讲好势因就甲迄荷兰的兵仔咧撩过溪，撩到中的时，全部拢压落。因下落时，下伫顶悬的兵仔就栽落啊，对头前栽落。你对头前下落一定栽落嘛，栽落栽伫水内，顺续甲伊压淡水内底，互伊食水。
就安尼伫水内底，互伊无喘气，1-2分钟后就拢死了了，所以63个拢总死了了。哎哟，即件代志发生以后，是伫甘伫麻豆社迄阵甘伫事务所伫新港社，伊就足灰心啦，伊感觉足艰苦啦，伊感觉所以荷兰就去增加派牧师来，因为干那牧师来，才会当互遮原住民来好好了解，因为因拢毋知影语言袂通嘛，袂通，你侵占着阮的利益，我就要甲你杀一定的所以一定要牧师，所以甲个第2个牧师就来了，然后犹罗毕牧师伫即个时阵就是1629年来。即件代志发生伫1629年的时阵发生。第一项安那最后安怎？有哪是有了毕牧师去甲伊安搭好势。第二高雄病院有一个叫做达加利用，达加利用有哪是一个用来地魔族的社，即社就是新港社的人伊甲新港社的人冤家，新港社就叫荷兰人去甲伊拍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伊就去，咱来看伊拢总第一摆，当然啦，荷兰就派兵过来，因为发生这个代志以后对荷兰的军队，因的国家的国军就派500个国军过来。要来报仇的对啊，要来甲麻豆社报仇，佮要来安怎？因为较早伫迄个讲拉美岛拉美岛啦，就是即摆小琉球有发生2只船，船员去伫顶悬要灌一寡水，结果拢互原住民来杀死。所以就要报复，所以派兵过来，派兵过来就是第一届出征，出征就是联合一寡原住民，甲因家己的兵，就要攻打拉美岛。毋过因对拉美岛无了解，所以因的舰船过去的时颠倒众人的埋伏，所以第一摆失败倒转。颠倒因家己失败咧。荷兰人失败就倒转无法度，倒转来以后，伊就大声去解决麻豆社的代志。伊就派兵入去消灭麻豆社，就甲麻豆社杀死26人，甲因拢走嘛，所以甲麻豆社全部的厝，因迄阵的厝拢是用竹仔做啦，用草砍，所以足好烧的，放火拢也烧甲无半斤。麻豆社安怎去甲伊讲好势，就是犹罗毕牧师后来慢慢安达，叫遐个人安怎甲荷兰人来合作，莫去冤家因为你若要冤下去，冤袂了。迄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一定要有牧师即款的有品格的人，互百姓会当相信的人来牵绳才会使。所以已经平麻豆社甲公山啦，家己就是大家利用社是伫公山的所在，后来公山这个社就走去伫屏东就走这就无问题。到第二届是伫1633年，这个代志做了以后，荷兰兵就出征要去拉美岛。即届就拢准备好啦，刷落搁伫屏东迄个所在搁交配遐个原住民，就是遐个平埔族啦，就甲因讲恁有人会晓讲遐个话无？有人甲因有熟无？结果知影讲有人会晓讲小琉球的话，就派过调查，后来就找着迄个洞伫倒位。因拢秘伫洞内底嘛，你找无啊？你要甲伊拍，拢找无半个人。毋知因个洞是秘伫底。第二届去的时就知影知影拢找无人，知影迄个洞以后就放火对洞口，用迄粉甲伊粉入去，从甲封起来以后，1日2日，无物件人食，因一定挡袂牢
所以有人就走出来，走出来，当然拢遐囡仔啦，是较无抵抗力的人就先走出来，走出来，佮经过1日、2日，来讲无动无静，应该无问题啦，就入去洞内检查看卖，结果入去洞内检查吼，有发现差不多300个尸体。哎哟，拢死伫内面，所以就是即个乌龟洞。就是即个洞，即个乌龟洞，咱即摆来去观光，去小琉球，拢来遮看卖。即个乌龟洞内底当然是真深，因为会当匿足济人，是安尼。伫附近了，那有一寡洞，拢会当匿人。总是遮已经是，因为迄阵诶人伫小琉球拢是海啊，海诶日头最炎。所以人诶皮肤拢乌乌，就是毋知影因诶名嘛，毋知影要安怎叫伊，要安怎称呼，就甲伊叫乌龟。哦，是第2届哦，第2届因抑阁有人来，第3届佮经过，第3届是是4月第1届7月，经過3個月後，第2屆佮出征，即屆拢要甲伊滅倒。就讲全部拢袂来了，佮过诶时阵就杀死300几个。第1届掠落来，掠转来台湾，因为掠着遐个人就拢来送来伫台湾，台湾诶新港社。迄阵掠过来有323个掠来台湾。第2届佮去诶时甲所有诶人拢杀死。毋过抑阁掠着544人，掠着遮个甲伊送去送去伫迄间叫做巴达维亚，巴达维亚就是即摆印尼诶首都呀。哦，是，所以最后最后15名，伊就用钱个人去掠，讲甲最后诶人拢掠出来，会当得到偌济钱。当然就有人要趁即个钱，就去小琉球最后诶15名拢总掠了1945年2月，掠到无半个啊。所以南美洲诶人就对历史消息，就是无去啊啦，已经拢无去啊。所以即本住伫小琉球诶，即阵写挂了写的拢是后来的汉人，就是住伫高雄附近屏东遐人过去，遐拢是对中国来的汉人啦，遐已经毋是原住民，原住民已经拢掠到无半个啊。所以咱知影所以咱今日咱看迄个牧师，咱要看即个牧师的工课，因为因掠来。你看有300几个掠来伫新港社诶时即个牧师甲因生活做伙，发现讲因足可怜，因为安怎咧？因本来生活伫海洋啊，海洋，因拢食鱼啊，食海产，伫遮无海产通食，真艰苦。佮少年因家己诶厝，所以伊算啊足郁卒啊。所以有了迄牧师呢，就建议政府讲，你互因倒转去因诶岛。讲我甲因做伙去遐住，有了被牧师申请，伊要家己去小琉球住。这是一个足有疼心的一个牧师。为着因的艰苦，愿意互因转去。佮讲因转去，无我甲因做伙转去，因到底袂阁出问题。是安尼一个牧师。所以咱知影伊个足济所在伊所做的工课，互人会信服，就是讲。祝福啦，祝福伊个所做所讲诶话，死来人拢真好。所以咱今日讲到遮，就是一段圣经节，咱来看，就是箴言。箴言10章20节。万幸会遮去烧青，疼心会遮看所有诶过失。因为即个牧师用疼心，所以就遮看所有诶过失。马头人杀死荷兰人，荷兰人杀死原住民，这拢是过失，拢是罪过。毋过用疼心，就互两边和好，以后无阁发生，是安尼。是。
咱今日到这。对吼。所以咱讲听吼，会当掠看所有诶过失，对，就是因为咱今仔看，哇，这真济呢吼，拢是杀死人，后来到最后还袂做，抬来抬去，无一个煞诶吼，来万分诶，嘛会当掠去安尼抬来烧钱吼，所以咱伫上帝内面吼，希望咱逐个吼。像迄即阵，咱知影即阵迄两个国家战争吼，已经几啊冬啊，对无？即个伫阮隔壁即个国家乌克兰，我即阵住伫伊个隔壁吼，嘿，安尼吼，看迄个俄国吼，两个安尼一直战吼，嘛要战到当时，咱想迄战袂了吼，希望嘛会当用疼来收尾吼，毋免阁继续战吼。好，所以真欢喜今仔日多谢老师吼，给咱介绍第二个吼，即个牧师真厉害，5000几个人受洗吼，伫台湾14冬吼，会当遮尔济做遮尔济代志，伊真正做疼台湾人吼。你看伊会当学遮尔济语言吼，来个帮咱遮，咱想诶人拢无爱诶遮个人吼，最后去互灭族啊吼。但是伊个遮尔疼遮个人讲。愿意要牵因做伙大安尼吼，好安尼，咱后礼拜一个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佮继续来讲台湾的故事。后一摆要来讲新港话是毋是啊？新港字。新港字的故事哦。台湾的第一摆的文字，新港字，咱也小可了解。是，所以逐个会当继续来甲你的朋友讲吼，斗相报吼，咱会当借着即个，希望借着即个节目会当认捌台湾吼，认捌上帝伫台湾即个土地顶悬吼，真正有足侪用心吼，而且足疼台湾的人吼。好，安尼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后礼拜再会，平安。